徛台湾看世界，美国有一个16岁少女，互歹徒来甲绑票，加在伊咧防劫持的一路上，一直来比出着社群平台抖音热门的549这个救命手势，互过6人来发现，赶紧来报警，顺利防救出来。 伫这个国家正时行的社群平台抖音手势舞蹈，逐工拢有新创意，除了赶流行，嘛解救一个互人掠去的少女。美国北卡罗来纳有一个16岁少女，互歹人掠去，伊伫车顶比一个549的手势，尾手顺利互人救出来。540自救手势的3个步骤，第一步骤是张开手掌，第二步骤是收起拇指，最后呢是食指握拳抓住拇指，而这个意思就是遭到暴力，需要帮助。Don't know how long that she had been doing that. We just know that as they entered our county into a construction zone that had walls on both sets of lanes, that this motorist noticed that signal, recognized the signal, and called 911, which was definitely the appropriate thing to do. 这个手势是由加拿大妇女基金会发起的。在疫情期间，有真侪家暴的案件，妇女会使用手势在视讯的时不动声色对外发出求救的信号。即摆如果因为伫抖音顶，或者个少女顺利互人救出来，即摆549手势所引起全世界的注意。